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7，诗篇94篇11到1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知人的心思，知因是空空。耶和华，你所教导，佮用你的律法所教示的，彼互人有福气。三甲来祈祷，教导佮用律法教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疼痛阮、引带阮、拯救阮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求你带阮伫你的真理，佮教示阮，因为你是救阮的上帝，阮同日听候你。主啊！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互阮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主啊！因为真理甲活命，拢是对你所出，阮要照你的话来行。主啊！人努力都无一切，费尽功夫想要得到满足，总是你知人的心思，知因是空空。主啊！你所教导，佮用你的律法所教示的，彼互人有福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